美國2026年最新版嘅膳食指南有咗顛覆性嘅改變，我哋應唔應該根據呢份指南更新一下我哋嘅健康理念呢？我哋而家就拆解下呢份膳食指南轉變最大嘅就係大幅提高咗優質蛋白同埋健康脂肪嘅地位，同時亦都進一步明確咗必須要減少高糖高鹽嘅食物，減少深加工嘅食物，同埋減少精緻嘅碳水。對於呢一份指南，唔同嘅人有唔同嘅睇法。對於嗰啲健身派嘅營養博主、健康博主嚟講，佢哋真係歡呼雀躍。佢哋認為佢哋一路堅持嘅低碳甚至生酮嘅飲食理念被官方認可咗。老實講，呢份指南嘅理念係屬於低碳，係講得過去嘅。但係你話生酮嘅話，就真係差天共地啦。而另一部分咧就係嗰啲低脂派，因為過去幾十年嚟其實奉行嘅都係低脂嘅飲食概念。而呢一處嘅膳食指南係支持攝入健康嘅脂肪、健康嘅膽固醇嘅，所以低脂派佢哋肯定唔會認同呢份膳食指南。最後一派咧就係臘腸派，呢一派咧就好無厘頭嘅，純粹就以臘腸定對錯，唔講科學，唔講實際。佢哋認為呢份膳食指南係美國出嘅，唔屬於中國，唔屬於中國人嘅，所以一下就否定咗佢啦。呢就完全唔係一個科學客觀嘅態度。呢部分人裏邊有一小部分仲係做科普嘅博主嚟嘅，佢哋講嘅判斷，我個人認為就好有損佢哋科普嘅形象。而我個人對於呢份膳食指南我係基本認同嘅，唯一我唔完全認同嘅就係控肉喺個膳食指南嘅位置，因為控肉對於某啲炎症嚟講係唔係好適合嘅。作為一個珠三角人，我認為控肉嘅喺膳食指南嘅位置應該同個魚嚟對調，咁就非常之好啦。呢份指南改變咗好多人幾十年嚟對健康飲食嘅認知，但係呢份指南佢唔係突然間出現嘅，其實就係喺健康嘅理念呢10幾年嚟不斷咁變化，然後水到渠成咁出現。由2010年出嘅嗰篇美國膳食指南開始，已經逐步咁擺正翻脂肪、膽固醇嘅正確位置，已經開始鼓勵要適當咁攝入健康嘅脂肪同埋有益嘅膽固醇。我喺舊年做過一次視頻，就係關於脫脂奶、全脂奶嘅拆解嘅。當時我已經分析咗，其實全脂奶好多地方係好過脫脂奶嘅。牛奶同埋奶製品、蛋黃裏邊嘅膽固醇、脂肪其實都係對身體有益嘅，所以飲牛奶就要飲全脂牛奶，食雞蛋就要食埋個蛋黃。而呢個就正正呢一期指南裏面提出嘅要求，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睇翻我嗰期嘅視頻。第二個，我想簡單講過我哋中國人應該有嘅健康觀念。網上好多人講嘅呢份膳食指南，最後佢哋得出嘅結論，可能都係一句管住嘴、邁開腿，但實際上呢個係非常之片面嘅。要想得到全面嘅健康，包括生理同埋心理嘅健康，淨係單靠飲食控制係好難達成嘅。而喺健康養生方面，中國嘅傳統智慧其實係有一套非常之成熟有效嘅理論嘅。但一直以嚟，好多人總結中醫嘅養生保健原則都係比較空泛嘅，包括就係順應自然、陰陽平衡、因人而異等等。呢啲咁嘅原則或者係口號，其實係非常之假大空，實際上可操作性係非常之差嘅。而我就幫大家總結咗4個中醫養生保健嘅關鍵點。呢4個關鍵點就係飲食、運動、睡眠、清脂。呢4個要點越靠後嘅就越重要，而且越難做好。所以飲食係其中最簡單嘅一個點，而呢份指南指導過嚟嘅就係一個飲食，要通過呢個指南獲得全面嘅健康，幾乎係冇可能嘅。我喺下一期詳細分析下呢4個要點點解重要程度會唔一樣，同埋佢哋之間有咩關係。多謝。